咁越嚟越深色，越嚟越深色，咁就睇到一個人影。Samsung 手機影相竟然精緻。咁我一路都冇睇相，到7月1號諗住將啲相 download 落部電腦度嘅時候，咁就睇翻啲相嘅時候，就發現啲相有啲異樣。16張相入邊，7張有精子出現。咁我就好驚啦！喺教會嗰啲姊妹，咁啲姊妹就喺電話度為我祈禱。Eileen上個星期5打風前就係用部 Samsung S2 喺西環碼頭度影到精子㗎啦。嗰個係一隻鬼嘅樣咁樣嘅，着白色袍喎，可能係善良嘅，呢啲唔係惡鬼嚟嘅。再俾阿哥嚇一嚇，搞到佢想抌咗部電話，仲要揾埋牧師驅鬼添。仲要係唔同地方，又唔係同一個位咯。女仔喎，係啊，都係嗰個女鬼嘅。都會啊，因為好詭異咯，係。生啦，發咗張照片生。影到精子嘅仲有佢。第一刻梗係驚咯，估你都無端端你有隻咁嘅就出嚟，係人都驚啦。第二跟住就以為係咪真係咁猛啊？佢後尾拎翻部 Samsung 7.7手機去1010問啦，職員估係 Apps 中毒。大學教授都係咁話，病毒自動會幫你啲相加 filter。咁點解我部機影到精子㗎？因為從技術上方面咧，佢可以做到點樣？少好簡單嘅 animation， 譬如個頭擰轉啊、甩啊咁樣，可能仲更加嚇人嘅。要恐怖啲，睇怕要做堆 3D 啦。至於三星就話聞所未聞，仲話證實唔到啲相係咪出自 Samsung 嘅機，拒絕評論喎。